挑戰用低成本培養100個輸出型愛好之第一個，用多鄰國學法語。多鄰國最明顯嘅優點有2個，一個係唔使錢，另外一個係將學習遊戲化。學習強度比較適合我呢種業餘愛好者，但係我學咗幾期之後，發現佢目前唔太着重教語法，譬如動詞變位之類，都係融入咗例句入邊而唔會單挑出嚟叫我背。我暫時判斷唔到佢係一直唔教啊，定係話後面會有匯總，所以就先唔評價呢一點。我而家每日都會打卡，只需要幾分鐘時間就可以啦。而家堅持咗超過40日，學到第一階段第7部分，充實生活嘅同時又可以自我增值。Mon chargeur est dans ma voiture. Vite, Lisa, je suis en retard. Où est mon sac? Où est mon sac? 等我連勝到300日之後，再嚟出一個反季 vlog， 希望以後可以用法語做一期數碼測評視頻啦。今期係咁先，拜拜。